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起来，我们跟旁边人说，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就用这首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你的眼目必看顾这地，让我们大声的来敬拜，全心的来呼喊，在神的面前大声敬拜，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帮备，事到如今人心圣洁。再一次来，大声敬拜，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帮备，直到如今人心圣洁。敬拜神。我们再从头一次，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帮备，直到如今人心圣洁。敬拜声音，敬拜声音，充满全地，高举双手，荣耀归你，专心谨守你的话语，世世代代都不偏离，你眼目必看顾这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这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眼目必看顾这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这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是我们的宝珠，新酒何有满溢，你定义要赐福这地，遵行你旨意，谦卑回转向你，我们定义要跟随你，是我们的宝珠，新酒何有满溢，你定义要赐福这地，遵行你旨意，谦卑回转向你，我们定义要跟随你，你眼目必看顾这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这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眼目必看顾这地，你眼目必看顾这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
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了你丰盛的一天。你赐福在我们的今天当中，你使我们平安，你使我们健康，你也供应了我们一天当中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一切的吃喝穿用。你更丰丰富富的满足了我们一天当中我们所需要的信心、勇气、盼望及智慧力量。主，谢谢你供应我们这么多，谢谢你爱我们这么多。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当然来敬拜你，我们当然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谢谢你为我们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救赎，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爱。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名，阿们。是为了爱到世上，明亮晨曦，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再一次来，我们从头开始。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晨曦，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敬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得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让我们再从头再一次来唱。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晨曦，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敬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得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我们敬拜亲爱耶稣，你就是爱和平安，充满感恩欢庆圣诞，因为耶稣为拥抱而来，是为了爱。敬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得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谢谢天父，让我们从心里面唱出谢谢我们的父，赐下生命的谢谢我们的耶稣，谢谢耶稣以爱带来的救赎。再一次来，谢谢天父，谢谢天父赐下
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一代代来救赎。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谢谢爱我们的主。主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主的慈爱却永远不离开。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却永远不离开。尝尽你的美善，甚至与我同在。因主的慈爱，你生命更美好。再一次，大山，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却永远不离开。尝尽你的美善，甚至与我同在。因主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你慈爱永不变，你怜悯永不断绝。从岁数年中，如今地下自由，我要不停承受你美好，直到万代，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我。你慈爱，你慈爱永不变，你怜悯不独断绝。从岁首到年终，如今地下只有我要不停承受你美好，直到万代，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我。主，我们一生一世要称颂你的名，因为你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虽然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常常有一些的软弱，但是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怜悯，使我们能够靠近，能够来到你生的宝座面前。因着主耶稣，你涂消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生的面前，大大张口，你就要大大充满。当我们领受你的应许，领受你的同在，我们要口称耶稣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要见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爱。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明白你是以马内利，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也透过我们领受你丰富的恩典，让我们要宣扬主你是那后世百物要给敬畏你的这位慈爱的上帝。主，我们谢谢你，也透过弟兄姐妹他们能够荣耀见证你的圣名，好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来快跑跟随你。谢谢主，今天晚上的敬拜愿你来悦纳，今天晚上的祈求愿你来垂听，今天晚上的荣耀愿你的荣耀就彰显。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弟兄姐妹请坐。
读上帝的话语来。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啊。第一个，这样在做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哦。那今天晚奏回去那个区长田长老就赖我说，他先生也要受洗这样哦。那我就再跟他确认一下，我在赖群组跟赖里面跟他确认说，
真的吗？你先生嘉宏要受洗吗？哦，他说对啊，因为迟早要受洗，但何不夫妻一起受洗？感谢主了哦。那真的我透过这样的一个说文听，觉得上帝自己在动工哦。然后下午也跟这3位马来西亚的姐妹谈福音，我看到他们那种充满的那种渴慕，还有就是说，一个说我其实没有在拜什么，但是到最后神奇的一刀下去啊，他们就哇，怎么那么奇妙哦！我要讲的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神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经历到不可能的就成为可能。因为这位神怎么可能从童女玛利亚从童女来怀孕生子？但是我就告诉他，现在医学都可以做得到啊，用人工受孕的方式对不对？没有经过这个性的关系，而是透过医学。但是神不能吗？神当然可以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不能的过程当中，如果玛利亚或是我们愿意被上帝来使用，那个不可能就要成为什么？可能。我们从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还有撒拉他们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不可能成为可能哦。第二个，我们看到我们在跟人分享的时候，我就鼓励他们你信了耶稣，你要对上帝的话怎样了解啊？人家问你说圣经是写什么，然后呢，旧约极简我都面谈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然后他说我不熟，来我教你一个很好记的就3927加起来66，从创世纪生命的源头，我们从何而来，然后呢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我们往哪里去？但是中间呢，很重要的关键叫做316，来念一遍来，316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就记载了上帝的爱，然后呢，让世人能够认识到这位上帝的爱，体验到上帝的爱。所以约翰福音3章16节就是整卷圣经整本圣经的一个中心的福音信息，就是上帝爱，然后人有罪，当然信心是关键然后应许成就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讲福音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然后借着上帝的爱成就应验。在700多年前，刚才那段经文是谁讲的弟兄姐妹？谁讲的？哪一位先知以赛亚就在700多年前已经预言了，但是到了马太第1章说什么？为了要应验先知所讲的话，圣经96%都是预言都应验了除了末日还有一些的预言还没有成就。所以我们在跟人家谈福音的时候，我就引经据典谈到耶稣复活谈到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复活。有谁看到这些见证人？我们没有看到耶稣的复活，但是从这些见证人的眼睛，我们看见，我们相信。因为在保罗说的时候，至少有500多位弟兄，如今那时候还活着，所以我们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眼睛，他们所诉说的，包括我们从多马的身上，我们看见耶稣，相信他的复活。所以每一次我在面谈的时候，我就你相信耶稣复活吗？他说相信，给我证据我就提醒他给我证据那他答不出来的时候，来，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在见证的时候就提到说，这样的耶稣让人看见，让人摸着那今天我们透过这一些的生命的见证者，我们来看到实现了以马内利，就是上帝要与人同在，透过2000多年前耶稣的降生，让我们知道他活着，他如今活着。所以愿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是将什么荣耀归给我们上帝，归给这位与人同在的上帝。牧师很喜欢讲福音，一讲就一发不可收拾
最终我真盼望说，这样的一个福气，这样的智慧，你要不要？最后我就会把握住一些的机会，说，那如果你要，我带你来做一个觉知的祷告。谢谢，对不起，请。今天我们透过圣诞佳节，这个是最好传福音的时机哈。那愿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话语里面，在基督里面，他要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来赐给我们。所以，不管是在场的或者是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怎样传福音？那我们明天有一些小组也要去这里接日照的这样的一个报佳音哦，感谢主。然后，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鼓励提醒弟兄姐妹，提醒区长、小组长，就是说，你们要勇敢的说福音，不要只靠牧师哦。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怎样诉说，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最熟悉的故事，那怎么讲？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这个以马内利就是彰显上帝与人同在，将他的爱带到人间的这位主也与我们同在。也愿圣灵的感动，不是我们都会讲。我说今天这位弟兄会回去的路程当中感动，然后要受洗，是圣灵的感动。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怎样可以称耶稣是主。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如果你都会讲，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这个人就不会说我要信主，我要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能够更明白福音的真理必叫人得着自由。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进入到这个圣诞佳节的过程当中，我们透过各样的方法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我们透过明天有小组要去日照中心这个安养的中心来传福音，来报佳音。我们也在周六有青年牧区举办的这样的一个市集，圣诞市集，就是要透过这些市集来帮助人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听到福音，也彰显上帝你的慈爱给这一个城市社区的人。我让这些弱势的团体也能够领受到上帝你的爱。主，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明白福音的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之外，我们也能够成为你施恩赐福这世代的一个管道。愿你来激励我们，特别是透过以下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生命的见证当中，都是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将你的平安喜乐盼望你的赐福临到敬畏你的人。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轮到我们地区来说见证哈。那我们看，我先来读一个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哈。那我今天第7区的见证是有13组跟14组哈。那我有给他们一个主题，就是今年来的感恩的见证。那接下来我们先听那个苏青长老的妈妈陈妈妈的见证，她用影片的，我们先来听一下。感谢主，你的恩典满满，赐福给我的小女儿。今年11月中旬，她从美国回台湾，要办理身份证、健保卡，这些事情都有主的带领，是给她一切的顺利，非常的感激。阿们。好，这是陈妈妈帮她小女儿说的哈，就是她11月份小女儿从美国回来，要办台湾的身份证哈。那我觉得好像在美国住很久啊，你要回来办台湾身份证不是那么容易啊。可是上帝保守，让她在办的过程当中是很顺利哈。接下来我们看苏青长老的。大家平安，感谢上帝
这次妹妹回台湾，除了办理身份证、健保卡非常顺利之外，还有2个小小的见证。第一个见证是她要买竹炭袜，网络上有一个是在台茂太原，一个在桃园医院的地下室商场，一个在爱买。那我跟主祷告说，我要去桃园医院的地下商场，我才不会在大卖场里面迷路。可是，在我们快到爱买的时候，有一个感动，我就转进去了。结果竟然刚好是爱买的竹炭店在周年庆买1送1，主的恩典真是奇妙。那第二个见证是，我们小组的线上读经刚好读到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结果妹妹回鹿港的时候，因为换床，她就做了梦中梦，她梦到有一个白白的东西一直在攻击她。妹妹因为还没受洗，就对那个白白的说了一句佛教的用语，结果那个白白的不为所动，继续攻击她。妹妹只好再对那个白白的说了一句基督教的用语，那个白白的东西就不见了。我跟妹妹说，在你的梦中，基督教比较厉害哦。其实我一直以为妹妹会比哥哥先信主，但没想到上帝的带领是，今年1月9日，妈妈跟哥哥竟然先受洗了。那圣经的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马太福音8章13节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的。我相信只要小组员持续信心的祷告，妹妹很快就会受洗，我们的家人有一天会受洗。阿们。好，我们也谢谢苏新长老哈，为他妹妹做了2个小小的见证哈。好，接下来我们换14小组的哈，那个雅琴姐，好，那我们也都是用影片，因为14小组大部分都是年长者哈，所以用影片，请大家看一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是杨雅琴，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大家平安。4年了，我到这个年底就是4年。为什么说4年？就是在这个4年当中，我发生了大的开刀。第一次是脑部，第2次是心脏。我在林口长庚医院大开刀。很感谢神，神从低谷里面、死因幽谷里面把我救出来，真的很感谢主与我同在。又经过了台北跟桃园的弟兄姐妹，大家合力的祷告代祷，所以我又活过来了。现在的我就是要走后段的人生。在最近这几个礼拜，自从我出院回到桃园来以后，我就单独的在桃园生活，但是在家里。最近上个礼拜，到早晨起来就很莫名的，不知道什么原因，非常的害怕、不安、恐惧，而且不喜乐。我说主啊，耶和华我的神啊，为什么我不开心？为什么我这样的不安？你告诉我吗？你启示我什么？难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会非常的难过。我那一整天，我真的走来走去在大厅里，我就不晓得怎么办。但是我还是放在祷告里面。我跟主说，不管怎么样，你把我生命救回来，你现在就是你的圣灵要与我同在，每天照顾我，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我说主啊，我一切的交托仰望在你的里面。就到了中午的时候，神就一直用他的心意领导我去穿衣服。结果我突然想到，对哦，
那天是礼拜四，在台北有一个国际日语的教会，他在我们迦南教会租了一个6楼的教室，要给住在桃园的日本人，大家在那边聚会。我就想每个礼拜四都在那边聚会，我就衣服一穿，我就来参与在当中。我就来参与当中的时候，我们唱诗歌、祷告、导读那个圣经。当我读到了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的时候，他说：“大山可以移走，小山可以铺平，耶和华的爱永远不会离开你，耶和华的平安立定不会动摇。”这就是耶和华怜悯你对你说的话。这句话当我看到的时候，就是说，主啊，你在对我说话，你就是因为早上我的不安，你对我说话，我感动，我那个时候眼泪要掉下来，我就把这个分享给在里面聚会的日本的弟兄姐妹听。结果其中有一个中泽中澤さん，他替我祷告，迫切的替我祷告。然后祷告完，他跟我讲，我们祷告的时候都不能忧愁满面，一定要喜乐的心、相信的心祷告呼求。然后坐在我隔壁的素英姐妹也跟我讲要宣告，所以她跟我讲说，每天早上起来，你就在祷告里面，你就宣告，把那个不安破除掉。所以我就很感谢神，我说哈利路亚，主啊，你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既然把我带到这个环境里面，你对我说这些话，就是说叫我放心，你一直与我同在，你的爱不会离开我。我真的，主啊，你很爱我，我谢谢你，我感谢赞美你。所以我回到家以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天就是这样子，我的心开了，我的心像愁云开了，很快乐，而且那个喜乐的灵也降下来。我现在每天我就很开心，我就不会再有不安的感觉。所以我常常想，真的神常常圣灵都与我同在，我真的很高兴。我就说哈利路亚，主啊，你与我同在，我不孤单，我绝对不会害怕，我永远跟随着你的脚步走前面的道路。我就跟主这样讲，谢谢主。我希望主你也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样，你的圣灵都与他们同在，保护他们，每天出入都能够平安，一切都能平安，跟随着你走前面的道路。哈利路亚，谢谢主。好，这是雅琴姐她在11月份遇到的见证哈。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见证能够帮助我们，就是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不用担心，就是放心交给神，然后跟神宣告，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接下来我们请素英姐。好，来，素英姐有来哈，所以我们今天请她上台。牧师、长老、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素素英在无助、病痛、欠缺的时候，时时与我同在，圣灵时时与我同在。在11月14日当天，子女夫妇从美国回来，想吃以前乡下的白斩鸡、卤肉饭、卤肉，还有油饭。我准备16日当天做带过去给他们。在16号早上起床的时候，5点多，我的脚肿了一大块，就在这里。我想说，哎呦，那么早，又痛又痒。我想说，又没得医生那么早又没得看诊，我就求告上帝，祷告神，求神医治我。结果在那种时候，我边听到有声音说：“你不是有做了那个左手香药膏吗？”就这一个。他说：“你赶快把它拿来擦一擦。”我说：“我愣了一下，啊，对呀，我怎么忘了？”结果就赶快拿来擦，他说就一直推，肿得很大。10分钟以后不痒了。我说感谢主，我就赶快去准备那一些东西。16号想要带去台北嘛，我就做好了。大概2个钟头以后，看一下，我忘掉了，因为在做就忘掉，不痛了，也不痒，只有剩下红肿一大块。我真的是感谢神，就这样子，也没有去看医生，我就把那些东西带到我妹那边去，在台北。结果到了我妹妹家，我妹妹跟我讲：“你的脚怎么肿了一大块？”我说：“今天早上起来不晓得怎么搞的，很痛又痒又肿，现在消了，剩下红红一大块。”她说：“可能是床垫有尘螨呐。”他说：“你回去的话换个床垫啊。”他这样跟我讲。我在思考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那一天那一只猫，家雅人一只猫，他说把抽屉的东西全部翻出来。他说里面有人民币、港币啦。他说他那一天拿去换了台币还放在那里。他说那个是。”可能是上帝，他说上帝为我预备的啦，说要放床垫啦，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啦，那我就很高兴啦，那我就说真的是，只要我们信主不偏离呀，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就是靠着给我的力量我什么都能做，从他而来的力量和喜乐。4章19节，神说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我所用的一切都充足。感谢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谢谢。好，我们谢谢素英姐其实她讲得很客气她就是祷告完之后，她妹妹跟她讲说那个床垫要换，结果她妹妹就为她预备了那个钱那是素英姐没有想到的所以素英姐说：“祷告上帝，上帝都为我们预备真的，如果你有信心去依靠上帝，上帝就为你预备。”好，我们最后一个见证是秋兰姐。牧师兄弟姊妹平安，我是林秋兰。今年的5、6月，因为头晕无力感，我去看医生。医生就给我安排检查。检查的当中，安尼3、4天后，我的静脉曲张，拄我照伫这静脉曲张，
啊，影响着安尼怎讲，风烛啊，去阴影，啊，我安尼，行一个，啊，有甲我安排讲，啊，看这个静脉曲张医生，迄个讲要开刀，啊，我就想着讲会惊，啊，我有问伊，我这个年岁啊，敢会使开刀直？伊讲，我嘛有开过100岁安尼，哦，啊，结果就是要开刀就是啊，我就有那会受伤的会惊，我就讲啊，我厝里有即个药洗药膏，啊，我就讲祈祷上帝讲啊，你赐我即个药膏吼，互我有即个医治的大能。啊，迄个时我就拼命安尼凭信心，当一直祈祷，搁较热安尼，逐工啊，到1礼拜经过，哎，即个我这静脉曲张，即个症消去，啊，即个心脉曲张，我是已经有20-30年啦，是真大，迄个筋真大条，像大棍安尼，啊，结果嘛，总无去，好去，感谢主，阿罗主，一切荣耀归乎别上帝，哈利路亚。好，秋兰姐也是讲得很客气哈，其实她的静脉曲张是很严重的。那她医师员是讲抹黑了，静脉曲张有滚来位所在，啊，可是本来医生讲要给伊开刀，结果伊就抹黑开始，就一条一条的静脉曲张拢平去，啊，就免开刀哈。所以腓立比书4章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就会赐下他的医治，或是他的供应，或是什么给我们。所以以上是我们13、14小组的见证，希望透过这些见证，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面，你可以常常去经历神。以上，谢谢。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啊！神常常与我们同在，神是得胜的君王。阿们吗？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为教会事工来代祷。我们看一下经文。问那个，谢谢。好，《使徒行传》2章46节、47节，预备来。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再一次，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要一起为教会事工来祷告，有几个事项我们可以一起看哈。信徒灵命更新稳定，祷告单独会主。那第二呢，为长职同工的服事，还有我们的家庭。那也为了我们各个牧区，我们有成人牧区，有儿童牧区，还有青年牧区。然后为了同心合一，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祷告。也为了我们在33号2楼的新堂宣教中心的使用，还有设备的运作。那最后呢，我们为了教会有圣灵的大能同在，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这当中。主啊，求你让我们常常用祷告来经历你。谢谢你就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在我们的每一天的当中。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要称颂你。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你是我们的高台，我们要称颂你的名。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谢谢你透过我们的宣告，我们要晓得，我们要经历你是主，我们要经历你是王。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持续的恩待我们，就在这里面，我们在里面，谢谢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的神。主啊，我们来仰望你，我们要依靠你。若不是你，我们如何得胜？若不是你，我们如何能够站立在这个地方？谢谢你，谢谢你，求你赐福在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来称颂你的名，因为你的爱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能够成为教会。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的生命，要成为我们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我们也盼望众人能够天天同心合意在你的殿中。我们盼望每一位神的儿女被神的灵吸引，喜爱神的话，常常祷告经历神。我们当乐意侍奉神。主，我们是你的民，也是你草场上的羊。求主你赐福在教会的每一位长职、牧者、核心同工的当中。我们晓得神是喜乐的泉源，是我们生命的粮。求神帮助我们建造生命，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合一的灵，建造属你的教会。我们透过各牧区小组的牧养，我们要看见关系从恢复到美好，我们要看见人被兴起，我们要看见信心的倍增，因为在我们里面活着的神比世界还要大。主，你已经胜过世界。求主也赐福已经启用的新堂设备的运作、时间的编排、礼拜的设计。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要得众民的喜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接续我们要为了圣诞节庆的预备及收割来代祷，这个是个圣诞节的节期。那我们一起来读经文，马太福音28章，预备，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谢谢大家，念得很棒。那我们为了圣诞节庆的预备以及收割来代祷。第一点，我们为了就是在明天有第9区17、19小组要到长照中心去报佳音盼望我每次做的都是一个很好的示范。那礼拜6我们的青年牧区有圣诞活动这个是一整个下午，叫做 Passion 圣诞爱去市集，从下午1点开始到5点，是在我们隔壁33号的2楼以及49号的1楼那会有义卖文创的这个2手的义卖闯关活动。来就对了一定很好玩。那大家都带着个喜乐的心带钱来，带你的心来这样子，而且可以带新朋友来叫梦幻圣诞礼物趴。那也为了我们12月25号的圣诞赞美礼拜我们一样圣歌队会唱的一整本的这个诗歌。那我觉得这个是很经典的一个礼拜的方式。那我们透过祷告然后再来邀请我们的朋友，希望在这个节期里面也做成美好的事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在这边，我们要再一次为着这样的佳节、圣诞的节期，我们来祷告。谢谢你，因为爱赐下这样的时间，赐下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经历里来，主啊，谢谢你，在圣诞节期，主啊，也许我们就对我们身边的人说，圣诞节快乐，耶稣爱你，有你在好，主啊，他的心也许就这样温暖了起来。求你来透过我们每一个做的事情，看似微小，但是神你都使用。主，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使那灵魂要得救，使那得救的人要天天加给我们。谢谢你，就在这里面。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高举你的名，特别在这圣诞节的时刻，主，我们晓得我们能够靠着你。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爱，你爱我们，而差派你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帮助。主耶稣，因为你爱我们，所以我们所做的事工，主啊，我们24号要到做长照中心做
那个报佳音的活动。主耶稣，你让他们在报佳音当中，在报佳音，主啊，让他们的爱心、他们的歌声能够感动那些长照中心的人员，不管是那些那个受长照者，或是那些工作人员，主啊，你都来感动他们，因为神你说，主啊，唯有你的圣灵在，才能感动人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我们也为10月24号青年牧区的培训的圣诞趣事局，主啊，在所有的活动当中，主你都以这些培训营的青年同在，主啊，也以那些一起合作的、一起工作的那些同工、志工，主，因为你的爱在他们当中，主啊，他们所做的都是神你的，都是要成为荣耀神的，也要帮助社区许多的人都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来彰显神的荣耀。主耶稣，那我们12月25号要圣诞赞美礼拜当中，主啊，你让这些圣歌队的他们的歌声，在荣耀神当中来感动更多的人，因为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将所有的服事、所有的赞美，都是因着耶稣的爱，我们将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阿门。谢谢。我们为了新年度的事工来祷告，在2023年新年度的事工，我们来读经文，在箴言29章18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阿们。我们为了2023年的事工计划来代祷，为了新年度意向与目标，复兴祷告烈火，经历丰盛主恩。为了各部事工的规划以及人员的安排，我们为了各牧区的小组事工的规划以及牧养，为了社区事工的总体规划与牧区的配搭，以双福音加上福利，我们一起要赢得那个世上的灵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耶稣，在这边我们再一次的开口来祷告，为着教会，谢谢你们在2023年在这当中，主啊，在年底要接近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在第4季，我们的心对我们的意向带领我们，让我们在2023年当中，让我们一起去经历神的同在，一起去经历那个从祷告当中所得到的力量，得到的复兴，来经历神的主恩，帮助我们在各部的事工、各区牧区的小组事工、规划牧养上，以及让我们的总体规划的神的福音跟子力的搭配上面，都让我们天父上帝，我们要献上感谢，感谢你是给迦南教会的牧长们能够看见我们教会明年的意向及目标，就是复兴祷告烈火，经历丰盛主恩。主啊，求你带领教会每位的弟兄姐妹能够有合一的心智及意念，能朝着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前进。主啊，求你来带领迦南教会前方的道路，让迦南教会明年无论是在各部会或者是在各牧区的一个事工的规划及人员的安排，还有社区事工的总体规划与牧区的一个搭配，都有主圣灵的同在，让每一位部长、小组长以及组长等等的同工们都有智慧来安排每一项的一个事工，让我们能够以福音、福利的一个双福的一个方式来赢得世上的灵魂。我们再次献上感谢，让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继续用这首歌是为了爱，我们来回应。是为了爱，耶稣降生在马槽，平安君王，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晨曦，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
耶稣将生带来爱的盼望，是为了爱，亲爱耶稣将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是为了爱，是为了爱。亲爱的耶稣为我们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背负重担让我得平安。我们一起来说，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我们敬拜，我们敬拜，亲爱耶稣，你就是爱和平安，充满感恩，充满感恩，欢庆圣诞，欢庆圣诞，因为耶稣为拥抱我而来，是为了爱，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得平安。谢谢耶稣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以爱带来，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谢谢耶稣为爱来带来救赎。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哦，因着在主的爱里面，能够得到平安，得到医治，得到供应。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能够支取他里面的供应，他的医治，他的安慰，他的扶持。特别我们看到一直老化了哦，我们特别为秋荣长老最近天气的变化哦，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些年岁的增长带来的就是身体的衰弱，但是灵里是越来越跟神的接近了哦。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的岁月多少，但是我们恳求神，让我们在遇见主的时候是很平安的，是很释放的哦。所以我们为了这些的年长者哦，很多有一些都是超过90几岁哦，我们恳求神来怜悯，也在这样的一个劳苦重担当中，求主来医治释放他们这些弟兄姐妹身体的这些的劳苦重担，这些的癌症。我们恳求神医治的大能帮助他们，也让这些可能慢性的或者是需要做一些的复健的，我们恳求上帝来安慰、来扶持、来医治，让他们能够在整个病痛当中经历了神这样的一个恢复。我们特别为玉荣长老他的弟弟孙仲钦他在就是心肌梗塞昨天我们在路加小组也为他来祷告因为之前有透过叶克膜，那我们恳求神来释放，让他能够成为透过这个化妆的祝福苦难的来临，让他能够再一次有生命来经历神的医治让他也能够做上帝荣耀的见证。我们恳求主特别继续为励志长老还有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要开刀或者是在做这些的医疗的过程当中，恳求神来帮助
特别为了我们之前的2个家庭为廖勋长老的家庭还有志祥长老他们的家族，他们失去了亲人的哀伤，求主来扶持。特别是廖长老失去他最亲爱的伴侣我们恳求神来安慰，来扶持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最后一个就是为了 COVID-19， 我们还有2位长老，就是立志长老，还有这个丰盛长老丰盛长老是第2次确诊我们恳求主来医治来帮助，让他们很快的得到医治好像感冒了，这次比较轻微，但恳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不可轻忽。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来，我们恳求主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是我们的医治者，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你是医治我们的神我们恳求你来医治失望。特别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软弱无助的当中，在这病痛的当中，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赐福好多这些的弟兄姐妹在这世代面临的癌细胞的这样的一个攻击，主奉你名，你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你的眼目看顾他们，扶持他们，帮助他们。主我们看见有长期的慢性的这样的疾病恳求你施恩赐福，因为这样的一个长期的需要有耐心有信心来经历了神，你透过这些医疗来帮助他们，也在整个复健的过程这个复健之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神你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来经过这样的一个复健能够有好转有康复，也你来赐福帮助他们。我们也看到我们世上的家族失去了挚爱的亲人他们的心情需要神你圣灵的安慰扶持，才能够走过这样的一个忧伤。愿你来赐福帮助他们让他们灵里面刚强，让人们信心坚固，让他们真的要有这样的盼望，在基督里有一天必会在天上再相见。愿你的灵来充满安慰扶持帮助。特别是我们同工也有在确诊的当中，求你医治的大能充满他们。主谢谢你耶和华拉法的神来医治来帮助。主，我们要宣告说，你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我们的神。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一切幸福的源头。主啊，你是我们的依靠。主，我们弟兄姐妹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灾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必安慰他们，扶持他们。主，我感谢你，我们要将这兄弟姊妹因的心灵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因为你医治的观念要充满革命上个同在，奉主的名来捆绑一切这癌症的细胞，也这的病痛要离开伫因的身上。主，你医治的大观念要充满伫因逐个器官的顶面。主啊，你透棒帮助因，特别互这的慢性病者在复健真长的路的这过程中间，主你拢甲因相同在扶持这兄弟姊妹，互因有信心有耐心，也互这陪伴有疼心，安怎伫这陪伴因的亲人度过这个难关，度过这个病痛。愿主你的受恩所，也伫迄个失去亲人的忧伤的中间，愿奉你名来祝福。恳求你来安慰、扶持、帮助，或者失去因上亲爱的亲人，或者家族，也是这兄弟姊妹，因的心会当得到安慰，是因为有主你的话成做因的唔望，有一天要伫天顶搁再相见面。阮就将这个同工仰望交托伫你的面前，将每一个家庭，特别即马伫迄个病院、伫迄个交病房的，伫迄个甲死亡的关系咧对战的，奉主你的名，你甲伊透放你正做因的帮助，正做因的保护。愿主你的受恩所，阮同心的祈祷，信的人都有新亚基督甲因相同在，信的人就有神迹奇事来随着他们。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因为你的眼目必看顾这地，看顾我们弟兄姐妹，看顾我们每一个家庭。
当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守望，同心合来守望来祷告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使者四面环绕，保护看顾他们，让他们不至于陷入在那种忧伤、那种困境。愿你的灵充满，愿你的医治降临，愿你的供应充足。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宣告神的恩典会降临在我们当中来。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宝贝，直到如今仍新生机。都对我们从那个第二段哦。敬拜神音充满全地，高举双手荣耀归你，专心谨守你的话语，世世代代永不偏离，你眼不必看顾这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这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的眼目必看顾，你眼目必看顾这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这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是我们的宝珠，新酒合有满意，你必要赐福这地，遵行你的旨意，谦卑会转向你，我们定要跟随你，你眼目必看顾这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阿们。你眼目必看顾这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眼目必看顾，你眼目必看顾这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阿们。你眼目必看顾这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摆手将荣耀归给我们主。愿主你的荣耀降临，愿我们祷告经历到你的神迹奇事。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让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赐下你的厚恩，充满在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你必赐福。谢谢主，我们将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主，我们请坐。